后来，这个第二批乌白的雷包机，昨暝9:21，甲231个台湾人载回来咯。现场有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，疑似有呼吸道的症头，马上送病院。其他的人坐着游览车到新竹2间的检疫所做14天的隔离。总算会使转去啊！230个留伫乌北的台湾人，准备坐雷包机转来台湾。伫上海浦东机场的时，除了喙暗，上计是挂一个目镜。因过上飞机了后，大家人拢爱换像安尼全副武装。哇，终于可以上飞机喽！加一份保护，就加一份的安心。这台乌白雷包机登机检疫过程，佫算是顺利，包括193个大人、33个囡仔，甲5个红婴仔拢坐上这台班机。伫昨暝暗时9:21，比估计时间提早30分钟到台湾。飞机慢慢啊驶入机坪内，由检疫官现场监督，所有人拢必须要经过消毒登记等等关卡。经过初步的检查，现场有一个大人甲囡仔出现呼吸道的症头，检疫官唔敢大意，直接将3个人送到病院去检查。其他民众则是坐游览车去新竹2位军事基地进行14天的隔离检疫。今仔日下午第2班的雷包机启程，前往上海接回留伫乌北的民众。为2月份的武汉专机到3月份的雷包机，已经接回975个人，希望将国人再返来台湾温暖的厝，心内上安全的所在。